德國法蘭克福機場6月4日發生咗一宗飛機事故。歐洲最大航空公司德國漢莎一架幾乎全新嘅波音7879夢幻客機喺停機坪停泊時，忽然機頭墮地變成趴地機。事件再次引起國際航空界對波音客機嘅安全疑慮，而中國大飛機 C919 就一直爭取攞到歐洲適航證，以便衝出亞洲。兩宗事件對國際大客機市場發展都有十分重要嘅影響。先嚟睇下法蘭克福機場鏡頭拍下嘅波音趴地機一幕。片段可見飛機正進行出發前準備，登機橋亦已接駁好，飛機卻忽然趴地。幸好機外地勤員工冇被壓，不過據報當日機內有員工受傷，需要送院。航空界咁重視呢次事故，係因為架機於今年年頭先交付。漢莎航空1月接收新機後，用咗個零月時間進行軟裝，2月13日起先將新機入列，執飛較遠航程嘅航班。點知飛咗唔到4個月就攰到趴地。波音7879客機造價約3億美元，日航、華航及長榮航空近年都有訂購呢款客機。依家漢莎航空架新機咁快要翻廠大修，一眾買家想唔提心吊膽都難。最得人驚嘅係，原來早在2021年6月，英國航空一架波音同款機都被報道發生過同類事故。當時英航架機亦需要翻廠約5個月，今次漢莎航空架機要整幾耐都唔知啦。但機隊安排肯定會受到影響。講完趴地機，我哋再聚焦中國自製大飛機 C919 開拓國際市場嘅進展。C919 大飛機早在2022年已取得合格證，依家訂單超過1000架。雖然曾經去新加坡、越南、寮國、柬埔寨、馬來西亞及印尼等作試飛同展示，但因國際適航問題，到依家只能係中國內地同香港之間作正式飛行。中國商飛一直推動向歐洲航空安全局申請適航認證嘅工作。歐洲航空安全局亦喺2025年11月開始試飛 C919，其後更派駐咗人員喺上海跟進適航認證，同中國工程人員詳細了解 C919喺內地執飛3年嚟嘅數據。雖然相關人員認同 C919性能良好，表現正面，但適航認證工作仍然好拖拉。據報安全局曾指最快要到2028年先能夠完成相關認證。6月初，歐洲媒體報道中國開始反擊適航認證拖拉，其中一個行動係延遲接收歐洲跨國航太企業空中巴士交付中國嘅客機。依家國際航空安全認證基本上由美國及歐洲航空界壟斷。中國生產嘅大飛機如果突破咗適航嘅規限，國際航空市場必定迎來天翻地覆嘅衝擊，因為 C919 大飛機嘅造價比歐美同座飛機少約1/3或更多。今年初新加坡航展上，國際航空運輸協會總幹事沃爾什都承認中國大飛機競爭力強，仲話10至15年後會係歐美公司即波音及空巴嘅競爭對手。可見國際適航認證資格預遲批出對飛機市場嘅衝擊愈少。對於呢種變相壓咗中國大飛機發展嘅手段，中國商飛並冇氣餒，佢哋一邊精進 C919 嘅生產流程，另一邊就開始發展中型客機，即載客量為280人嘅寬體雙通道客機 C929。總之就係你有你拖延，我自求發展。種種情況顯示，中國喺大飛機發展嘅路上會越跑越快，機款亦會多元化。近年波音飛機故障頻頻，安全問題已令國際航空市場出現供需角力。唔少國家，尤其係財力唔豐厚嘅發展中國家及地區，都希望有第三個選擇。我哋既要密切觀察中國 C919 嘅國際適航認證，又要睇實美國波音7879客機嘅故障原因。好啦，今日講住咁多，再會。